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舊約以西結書第1章第1節至28節，主題係四活物與上主的榮耀。作者喺以西結書第1章記載，第30年4月初5日，以西結喺加巴魯河邊被擄嘅人中間，天忽然開咗，佢見到上主嘅異象，上主嘅話臨到以西結。以西結見到有暴風從北方颳嚟，帶住巨大嘅雲同火焰，雲嘅四周發出光芒。喺火焰當中有4個活物，佢哋都有人嘅形狀，各有4個臉孔同4隻翅膀。活物有4個臉孔，分別係人、獅子、牛同鷹，每個都有4隻翅膀，2隻彼此相接，另外2隻遮住身體。佢哋行走時直行，冇轉彎。旁邊有輪子，輪中有輪。喺活物之上有穹蒼，穹蒼之上有寶座，寶座上顯出仿佛人形嘅榮耀。以西結一見到，就立刻俯伏喺地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以西結書第1章記載，以西結喺被擄之地睇見4活物嘅異象。咁你喺平凡甚至艱難嘅處境入面，有冇仍然見到上主嘅榮耀同同在嘅記號呢？